自2025年2月初5，每日时间讲读经，全地的救赎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民数记第9章第19、14节。出埃及第2年正月，上主伫西奈的旷野命令摩西讲：以色列人着伫指定的日期守盘过节，就是伫即个月的14，照指定的时间，对黄昏的时起，照所有的规例甲命令遵守。摩西就命令以色列人守盘过节。正月14黄昏的时，因就伫西奈的旷野守盘过节。所有上主命令摩西的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有一寡人因为摸着人的尸体诚做无清气，袂当伫迄日守盘过节。迄日因去见摩西甲亚伦，讲：阮因为摸着尸体诚做无清气，是安怎就袂用得伫指定的时间，甲以色列人做伙献礼物互上主？摩西甲因讲：恁踮遮等一下，我要听上主对恁有甚物指示。上主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：恁也是恁的后代，若有人伫尸体捌仔散，也是出外去远远的所在游玩，着守上主的盘过节。恁着慢1个月，伫2月14黄昏的时守节，食羊羔、无甲饼甲苦菜，连一点仔都毋通留到较早起。羊仔的骨连一支嘛毋通拍断。因着照盘过节所有的规例守即个节。若有人是清气嘛无出外，毋过无守盘过节，着甲伊对人民的中间革出，因为伊伫指定的日无献礼物互上主，伊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若有外族人寄居伫恁中间，爱要守上主的盘过节，伊着遵守盘过节的规例甲命令。出外人甲本地人拢着遵守同一个规例。全地的救赎，盘过节是纪念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做奴隶之地，伫犹太历正月14日举行，相同伫咱所使用的阳历4月。煞则伫盘过节后面的是度假节，连续庆祝8日。第一个盘过节记载伫出埃及记12章到13章。伫出埃及迄暗，上主设立盘过节，吩咐以色列人杀羊羔，用羊羔的血抹门埋，互以色列的大囝闪过上主对埃及全地的审判。因为安尼，诚做流传3000多年的节日。到民数记以后，上主一摆讲到利未人爱代替以色列人的大囝来专职服侍主，所以伫出埃及满1年了后，伫第2个盘过节，大囝已经由分别为圣的利未人来代替。今仔日的经文也反映出以色列人第2摆过盘过节时所遭遇的问题，就是有人因为接触死尸就无洁净，所以无法度守节。经过摩西寻求上帝旨意了后，上帝另外允准因通延迟1个月守盘过节，搁建立带点以色列人中间的外桥，也通守盘过节，尊重上主。所以对第2个盘过节了后，除了以色列人之外，就算互律法认定无洁净的人，也是
非本国但是愿意遵守一切条例的外邦人，同款拢通受叛国罪。也就是讲，当初上主审判埃及全地，对于子民所施的救赎恩典，已经开放予每一位愿意亲近上主的人。1878年2月5日，马偕伫德产看到城内元宵节活动了后，伊伫日记中写讲，看到坦巴特的游行人士，人甲炮仔往因的神像弹。隔顿天，佫记载，捐出一个装扮穿插亲像我的假人，然后烧掉。对这段文字描述来看，这应该类似今仔日台东炸邯郸的祭典。今仔日德南确实也有炸邯郸的习俗，而且是连炸3日。伫无共的传说中，也有认为邯郸毋是财神，是鬼王，也是瘟神。因为安尼，人民用炮仔来驱离。另外有传说，乡民对邯郸忍无可忍，所以加少元宵，请伊赴宴，将伊灌醉了后，搁再用炮仔甲伊炸死。也有一说，邯郸原本是戏辱乡民的恶煞，后来得到感化指点，痛改前非，主动要求乡民用炮仔甲伊炸死，照着安尼赎罪。毋知影马偕所看见的是倒一个版本，但是财神爷对现代元帅到罗马，佮正做赎罪英雄，落差真正有够大。叛国罪的意义却一直无改变，照着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，互今仔日的咱明白这是主的牺牲和救赎，咱应当行呢纪念主。咱毋免担心目睭看火气，毋知所拜的是何方神圣，也免照地方帮派的邯郸为人赎罪，因为上主透过每年伫叛国节的过活节提醒咱，伊早就已经有备好救恩，欢迎每一人参加伊的圣餐，也互世间人知影，伊伫全地的救赎是永袂改变的。默想，我所住即所在地的人民，安怎认捌救赎人的主啊？我所住即个所在的人民，安怎认捌救赎人的主呢？咱来祈祷，全地的主，愿其愿你伫即所在受高举，耶稣基督佮我的性命，会当成做即所在世世代代的人的希望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